去编纸呢。哎呀，所以咧，毋过伊头拄仔讲伊有对象啊，所以你死会啊。所以咱就是即摆无要录啊，即集已经结束。太头家敢太死无，因为咱上重要目讲台语还未讲着啊，我就因为个人的关系，所以无想要去继续录落去啊。嘛是爱继续哄啦，无要紧啊，我希望伊袂甲我骗啊，毕竟因的工地内底嘛是有其他的目工师傅对。对啊，有机会啊，请伊介绍别个缘投的。免缘投啦，无一定爱缘投啦。线顶的听众朋友，恁身躯边，还是讲你本身是目工的，啊，你若是有想要熟悉黑边的，请你写批来。这以上拢无代表台语台的立场，代表我个人。对，这是黑边个人的愿望。啊，白边可能想要爱水电的，所以若是有水电，我啥物拢无讲好无？我干那爱会晓趁钱就好啊。水电都趁钱呢。好啦，会晓无限定啥物行业啊，就是会晓趁钱的，想要就是熟悉白边的，啊，恁才写批来。迄个之前迄个啊，岛内乱斗迄个有无啊？讲要熟悉白边迄个，你即摆才写批来介绍讲，你做啥？我年收8万的哦。听着平话，我听袂落去啊。好，咱来宾要转来，较收咧，较正经咧，吼。系啊，较认真咧。好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各一个人欢迎今仔日的出面人，欢迎木工阿燕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燕啊。阿燕阿燕啊，虽然讲这个字咱念阿甘南，但是咱顶一集就有讲到伊的名声，那安尼念，唔知的听众朋友请去听，爱听哦。对，是。咱要来延续顶礼拜的话题哦，就是咱顶礼拜讲就是你有接一个台语咯，囡仔台语别讲的话，对。你是毋就想要怎样讲？想到阮会找你来阮的节目？我毋知呢，阮助理我讲爱来，我就来啊呢。哈，系啊。伊甲你讲来遮要签结婚证书，你讲？无要啦，甲你卖掉。我听你讲，我袂。你等下签名签本票，你知无？阮助理袂甲我害。真诶哦，你确定助理拄则甲我比一个赞呢？假啊！即摆是卖出去啊，要卖偌济，我爱知呢。你等下本票签落，你就知影啦。卖偌济，我嘛爱小可知者呢。等下本票签落，你就知。无啦，就是阮正常有咧安排讲，就是要找你来，但是阮这就安排呢，阮就是甲起诉共款。像阮就是先找超认真，伊是拄工业，阮拄工业来分析，过来咧，车会停伫咧厝的外口，所以咱先找一个小师，我这小光年哦，哦，小师，你管我，你是咱节目的人还是？小师的店面离我工厂足近。对啊，阮才想讲要去巡回呢，阮就是要徛起啊，甲你我拍一个2分钟就到位啊。小师哥有人你家己叫，你有听到？小师哥，对，那是有要买，这刚才拍广告，袂使我动来。那有想要看小师的人，家己去伊的频道。阮过来就是想讲啊，过来爱绑迄个绑帽啊，起厝爱绑绑帽，爱罐头水啊，但是我目前还袂找到，就是有啦，迄太阳下的男人，我你家己叫我太阳下。你敢联络到啊？啊袂啊，迄恁朋友干咪？该足熟的啊，紧诶，叫伊来啊，叫伊来啦，要看者哦，叫伊来啦。阮进前一直咧看伊迄喎一个月满工，30工嘿满工。对啊，满工会通趁偌济钱，你知无？你毋知着，你去看影片，你知。好，我来看。过来想讲要找绑帽诶，过来就想讲啊，厝灌浆灌好了，过来要做内底啊，要洗个看水电，你看到水电爸爸，过来水电看好了要安怎？油漆，我嘛要找着油漆要讲台语诶，过来来做别工啊，阮就找着你啊，我嘛想讲甲你摆这个顺序，结果。台语录一出来了后，家长就讲：后面你哪无找爱来的？啊，你哪好啦，咱厝莫去啊，先做别工。所以阮就先甲恁顾家来啊。因台语录是足吹的，你知哦？伊下课的时阵就你问后一摆要开当时啊，真的哦，够吹的，足吹的呢。安尼真好啊，安尼开落去啊，一直开落去啊，即摆摆到年底啊，摆到明年，摆到囡仔10岁啊。我毋是做安亲的，安尼变目工养成班。对，安尼以后大汉变的目工就来啊。好，安尼先说来问一个，就是跟台语有关系，就是你伫咧 YouTube 顶管有一张演讲，迄就是伫恁工地演讲。阮看到讲你伫演讲面顶你的标题是用着台文字。
像讲就是这甲迄，啊，还有遮尔骨力要创啥？即寡标题安尼，你会用台语字的原因是啥物？迄场演讲，大家若去看迄个 YouTube 的影片来讲，大部分我嘛是拢用华语伫讲啦。对。但是咱若讲到工地文化的时阵，咱若要积累，事实上真正是台语靠迄个开口，迄是为着迄个开口。所以咱当初是拄着遮诶，我讲这个是一个工厂文化的一个议题嘛。阮师傅不管是甲咱教、甲咱骂，还是咱一寡咱家己的算港门的师兄师弟啊，伫甲咱讲话时阵，大家拢是用台语，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标题时阵，伊就是用台语来开准。咱讲啦，你即摆若有一个。你有一个感想的时阵，你会用你上自然的迄个语言来表现啦。对，这是我讲的啦。无语是啥物？无语就是你甲人冤家的时阵，头一个走出来迄个。是，这就是咱讲的。我还要甲伊念出来。较冷静咧。但是啥你会去找这个台文字，因为有的人看无着，你迄当阵写出来的时阵，台卡的观众毋敢看有。无紧啊，我念出来就好啊。所以讲，咱一边演讲一边甲这个。台语文化塞出去啊！你这台文是安怎找的？你去找书店吼，还是有人甲你教的？网络的拢逐项有啊，你查的拢查有啊。所以你就是用书店，真好真好。好，过来咱就要进入咱这两集最高调。笑啥？最高调是啥？上刺激的所在。高调的部分，安尼我了解。我听有呢，对，咱就是要来教目讲台语的部分哦。是，对啊，咱想要请问，就是拄则阿燕，你有讲到一寡，就是目讲的，就是你讲的迄种术语，或者术语，有迄啥物，就是你感觉讲，就是讲出来，甲迄目讲师傅惊着，伊感觉讲，哎哟，你这个人会晓，你内行的，就像迄小师来讲教，譬如讲，伊要去车伊的雨刷歹去，你甲伊讲，头家我会把害去啊。外吧对，外吧，拢讲外吧啦，你吧外吧，我头家外吧还去。是，你若跟你讲自己吼，对，你若咧讲的时阵，头家惊着讲，哎哟，这人，哎哟，袂当甲伊怪哦，伊可能小可知影啥哦。那像目讲有啥物，就是咱讲出来，互迄目讲使惊着。无毋对，咱两个目的啊，这就是店内行啦吼。对，嘿啦，店内。另外就是咱爱教外行。因为你若即摆少年囡仔，你若入去工地，你若拄着师傅是你咧讲台语的，你袂晓讲台语，你会足辛苦的。对，过来就是咱一寡业主，你若一寡工课委托咱一寡师傅，伊甲你伫对话时阵，伊讲的是台语，你嘛着爱听有啊。对，嘛是爱听一寡啊。阮这听众迄0岁到18岁，因过来就是要起厝、要买厝、要装潢的人。咱就甲希望拢放伫伊身上，安即马互伊安尼学台语。是。18岁开始要起厝，就起个当时。18岁起厝，起当时好，继续。好。所以你有啥物就是讲出来，就会甲师傅惊着迄种诶。无啦，咱毋好去讲啥物迄件，毋迄件。无啦，毋是迄件啦，是甲伊讲，我毋是潘啊，你莫甲我讲啊。是。安尼，咱对暗场诶分别来讲好啊。一种就是咱厝里要装潢诶，一种就是咱有店面要来装潢。对吧？因为你需求差不多这嘛，就是我即摆要开店啊，还是我即摆要买厝啊。对。来买厝，咱家己厝里即种诶叫做徛家场。徛家场就是文场嘛。对，文场。因为阮有分做文武场。文就是咱做较优秀，做较慢啊，做较做较水，做较精。对。啊，不为了凊彩补咧。无啦，我讲其实安尼讲会哈，咱毋是讲笑亏吼，是安怎咱做店面，咱会叫伊武场吼。我家己设计师遮久，我帮足济消费者开过店。咱讲实在，你要做生意，你爱考虑的是成本。其实你要用伤久，是你要用较少的钱较紧的时间，家己甲做起来。因为迄逐项你包括店租，你减开一工，减趁钱一工，拜托，迄个偌济钱啊呢？过来就是你的店面做咧，敢有影的万样叫我咱毋知。所以过来就是消费市场，有一种现象，就是你店面装潢好了后，你过5年、10年，你要个电翻过。无这人可以升哦。对，改头换面的意思哦。是。对，你看老店愈来愈老，愈来愈后，迄嘛是一种换。
就是一种风格。譬如讲我10当前来看那新10当来，哟，那古还有古潮啊，那毋过即嘛是有一种一种风格。老厝翻新诶。老厝翻新的哦，对啊，即马做流行的对无？老厝翻新对啊，有内底诶人介意迄种无天棚啊，讲这是工业风，我无法度，我真无法度，后面无天棚。对，落雨就无开咖啡店，迄足恐怖的呢。啊，而且伊迄拢是土水啊，还有迄落落来迄，啊，还有迄更金，有一种是工业风咯。迄我真是无法度。无，迄毋是工业风吧？迄是还未做吧？无，伊就讲迄工业风啊，啊，伊若是放迄有茶，有茶，嘿，啊，就讲啥物漂流木，是水流茶，水流茶，伊就甲水流茶抾起，啊，就是插两支，讲这就是倒啊。啊，你的影啊，就是凊彩一个啥物茶条电起，我感觉坐落会摔落迄种的嘿。哦，啊，伊个泡一个咖啡，讲阮这是老厝咖啡，哦，这我惊死，我点诶。台湾朋友，你若知影我咧讲倒一个，毋通家己讲出来。真正有即种诶啦，所以就是，所以咱即马好，咱学起来，徛家场好做文场，啊是像迄店面装潢迄种好做武场，啊像迄店面装潢迄讲，就是像这武场，讲有譬如讲武场一般拢拼几工，拼几工，毋知你看你工课济啊少啊？哦，嘿，啊，因为文场徛家。来得简单啊，反正就是拢我装潢好要大诶嘛，吼。啊，到则咱讲有足侪种风格来讲，啊，迄是咱讲你介意诶迄种版式嘛。啊，但是武场就分足侪种诶。哦，武场有店面。对。啊，嘛完啦，咱讲诶展览会场迄种诶，迄做展览诶，佫无共款。哦。展览阮有一种特殊诶讲法，叫做啥？会场。会场。会场。啊，百货。百货。百货公司诶。百货啊，过来就是一寡即个行业内，咱来讲到的，就是讲啊，比如讲加班、饭店、暝班即种诶。哦，加班、饭店、暝工，店暝工，你好好念哦，你好好念哦，你哪个要叫用倒数啊？听起来是爱做个就晚诶。对啊，饭店就是半暝12点嘛。嘿，饭店做饭店。对啊，做到饭店嘛。哦。啊，暝工就是有诶啥物，但是即摆做暝工较少。因为拢会去用控制，敢咪？无哦，百货公司啊，对啦，百货公司11点以后进场。你11点进场，4点进前爱出来。对啦。迄就是做暝工饭店的迄种诶。哦，对啦，袂记你百货公司，伤久无去百货公司啊！我即摆住伫深山哪来无百货公司打死。过来就是有咱有一寡就是木工的工具会当甲咱教。是。咱一摆到工地，师傅伫讲啥，咱无一项听有诶。对啊，所以咱是咧听一个的，知影讲即个师傅哇，咱毋是要迄叫啥物？你拄则讲啥物？我电内行，毋是，阮是惊互讲潘呐，讲潘呐。对啊，惊使摕物件甲我骗。咱袂当讲无即种人哦，其实讲真诶，就是社会上人百款。咱毋是为着讲要预防别人要甲咱骗，咱才知，咱是其实是用一个就是想要增加知识诶心来知影遮个代志。无毋对，对好，白你先开始。好，头一个要来问直角尺，我叫是你电话给用念袂出来。直角尺是角尺。角尺，因为就是有一个直角嘛吼，所以迄个是咱的角尺。伊是一个算薄片的铁啊，做一个咱讲英语的迄个 L 的迄个造型，迄个叫做角尺90度。哦，啊，其实以前角尺嘛有迄茶的对无？嘛有。哦，但即马拢铁的较济。啊，茶较用啊。系啊，茶较会变形，较袂遐准啦。哦，对啦，茶变。厝较早一定就是拢用茶的，无毋对。咱即摆所有工具哦，大部分拢是茶开始的。哦，对，就是茶的变形，热的时阵会变较大。对啊，对，好，过来卷尺。阮业界大概安尼讲啦，阮就是，反正就是笑嘛，笑就是笑啊嘛，无就讲光笑嘛。对。因为光笑伊会光起来啊。对。但是嘛，真济才会叫伊叫做啥？叫做米笑。米笑，啥叫米笑？因为米是公制嘛。哦。但是其实真大部分做装潢的师傅，咱的迄个光笑内底不止米笑。哦。你迄个带扭出来了，你会看到四支笑。对。伊一个带有四个符号。哦。有上面顶就是台寸嘛。对。中央就是文工。对。咱讲迄个进在啦。嘿，对，老板迄两支嘛。老板迄两支。个落就是咱讲的啥叫做米笑，迄个米，因为是公制嘛。对1 cent 嘛，10 cent 啊，一米啦，阮会叫做一米啦。因为你若讲一笑一台笑啦，
所以阮若讲1米的时阵，就是咱讲的公尺，30公分吼，系对，一台笑是30.3 cm。30.3 cm，是袂晓啦，迄数学你家己去算哦，数学袂晓是袂晓，听到面我甲恁讲一遍哦。你若是听到数学问题，你哪会跳过哦？因为黑边甲白边甲恁讲一点拢是。我恁你会当去迄阿因的迄袂种要甲因老话甲因问。会使啦，会使。好，过来，尽量啦。过来是锤子，大部分来讲，对，推啊，对阮来讲上特殊的其实是台语的加动词，叫做讲推啊。哦，对，讲推啊。你会加一个动作叫做讲。你拄仔讲推啊，我是想着别项面。无毋对啦，你就是讲推啊，甲推啊是无共种的哦。唔通讲唔对去。对，去讲推啊，去讲恁推啊。哎，这句赞，对，讲推啊。好，过来的是凿刀。我们说凿，如果翻成台语的话，是什么？斩刀，斩刀嘛，其实不是，阮讲的是插啊。哦，插啊，因为台语来讲，插比斩较来啊。对，所以阮啊，咱叫做插啊嘛。对，所以你若插啊，插到迄种电的，听起来空较细对无？系插嘛，因为插就是较薄较来嘛。哦，啊，你若迄个插啊，去讲到迄个阿毛头啊，是讲到铁啊，伊开始变钝的时阵，阮才会讲啊，你是用斩啊。所以若师傅甲你骂你讲，啊，你这钝是啥？这是斩啊，还是插啊？你用插啊插到我的心了，就会变斩啊。你心中的都表示你心中的哦，这样的就对啊。无啦，你搞我斩我就破去啊啦。系啊，所以阮台语讲凿刀是其实是插。哦，所以是插啊。斩啊！斩啊，干嘛是叫凿子？斩啊嘛是叫做所以讲斩啊就是摕来斩头的。哦，所以目工无得用斩啊。钝较钝的，阮才会叫做斩啊。哦，所以用叫插啊。对。好，过来是刨刀。阮是用刮的，所以是烤刀。烤恁五迄个烤。没有错，刮。所以阮是用烤的，因为阮烤出来就是种薄皮嘛。对。所以烤到大家吼，可能大家若毋知，有去夜市食过迄个啥花生卷冰淇淋无？我知土豆腐用迄就是用烤的嘛。对呢，伊迄支甲迄咱目工伫用迄烤刀是一模一样的物件，大细支尔啦。迄就是烤刀，所以阮台语是用个烤的。哦，原来是烤刀。好，过来是红外线测距仪。哦，这个物件开始伫出现的时阵，咱台语就渐渐无遐流行啊。对。所以红外线测距仪，阮来讲你啥叫做雷射，因为它是 laser measure。哦，雷射啦，因为叫雷射。啊，所以无论是红的还是青的，拢叫雷射。阮就拢讲，咱讲的是迄种测距离的哦。它叫做测距仪嘛。那因为它是用雷射的 sensor 去做一个 measure 的一个系统。所以我讲的迄是对准的迄测。对。这个问题来啊。厉害哦。咱迄种雷射水平仪跟雷射测距仪其实是两件事情，对吧？对。那所以呢，那雷射水平仪怎么讲啊？我们在工地我们会讲说，就是啥水平哦，直接讲水平讲甲迄雷射的水平摕出来，袂。除非讲水平笑，因为有一种伊内底有一个气泡安尼，迄种阮会叫做水平笑。所以若使叫你摕雷射来。就是爱去摕红的迄个，就是测距仪。对，啊，你若摕水平，大家去摕拿雷射水平仪。啊，你是听无？内底无啦，这张图内底无，无水平啦，无啦。因为伊写出来迄个写出来光是青啦，伊光线红的较青。啊，你会使加啊，你真会使加啊。真的，你看紧的啦，目光的紧的。啊，你著对红去做女工啊，会使啦。我讲我先做女工，我是接工程的迄个人，我做头家娘啦，做头家娘的接工程的，甲你摆工课迄个。是。所以讲，这其实无一个真专有的一个讲法啦。对，但是就是恁业界拢差不多是安尼讲。可能是安尼啦。啊，像迄你讲的迄水平笑，有分迄细机甲大机的，啊，这边哪分？迄就是长度尔。哦。啊，你即款就是比如讲，因为讲大部分会用到水平笑。大细机的可能是做头水甲做铁工的啦。啊，你讲你水平笑摕来，你可以压去3笑的啦，是压2笑的啦，伊会甲你讲长度啦。所以目工的就拢差不多迄个固定迄个。其实装潢目工真少用到水平笑。
哦是哦，嘿，因为阮对迄个水平吼足讲究的，阮袂使超过1米啊。对，所以阮拢用迄种雷射的水平嘛。哦，嘿，所以迄足准啊。哦，对啦。啊，你迄个谱干来用国看，其实你看不准啊。真的，是。好，过来，咦，娃娃无咧。创啥讲我要嫁，要去做头家娘，你安怎？唔敢管你，唔敢管你，你来做阮的新郎啊。老虎钳在台语会加上动词的概念。硬，我用过硬。所以举凡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是东西用硬，所以这是老虎钳来讲，阮就是讲虎头硬啊，虎头硬啊，敢有高头的，毋是有尖喙的迄种，对，所以尖喙硬啊。哦，你创搞我后一条讲掉，尖喙硬啊，是的，我无看了。尖嘴钳的是尖喙硬，我甲你回答。对，因为它是，你看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嘛，尖喙。起来硬哦，所以叫做尖喙硬啊，尖硬啊，尖喙硬啊。所以一般也是虎头硬啊，感觉有较细支的。较细支的，但是虎头硬啊，讲起来是迄种头前圆圆的，起来叶顶啊。对。但是你若是摕来加电线的，袂叫做硬哦，会叫做啥？会叫做片子哦。片子哦。片子。所以咱第7号这应该是片子。第7号是片子。嘿，因为迄是日语的系统。哦。日语来讲，迄就是阮叫做片子。片子。啊，若是8号、9号，这才是硬啊。哦。啊，大细机嘛有差。系大细机有差，伊迄个小可共，小可无共啦。啊，大家称呼方法无啥共款。其实这张表是较一般大家看会到的啦。你若讲较专业的，有的人佫会家己黑白号你。哦，对。啊，种朋友，你若想要知影阮伫讲啥，你会当来阮的卖种野，阮的卖种野到时阵会甲这2张图藏起哩。对，安尼你就知影讲，就是阮有教啥物工具，啊，你会当看讲，就是照阮的这图面顶的工具来去看，差不多就知影讲你手里这物件，你改好，这什么名？好，过来安尼就是削皮刀，叫做皮仔刀，这个刀摕来刮皮仔。哦，用什么做什么？啊，夹头毛就是头毛刀，夹头菜刀、剃头刀，剃头刀啦，夹头毛什么叫剃头刀？你拢无叫我骗起来，袂歹表示你有你专心听讲。好，过来是螺丝起子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螺丝起子啊？跟日语有关系，叫做罗赖吧。啊，真正是叫做罗赖吧，所以就是罗赖吧。罗赖吧就佮分做1字甲4字的。哦，有这阮顶个水电有教过。是1字10字。啊，这美工刀敢有说特别讲？美工刀其实咱讲啊，小刀，阮无人伫讲小刀啊，无人讲小刀嘛，无。阮台语就叫做美工刀，毋过伫中方界即支伊个讲法较特殊，叫做美利亚刀。美利亚是啥物？美利亚是就是英语叫做 veneer， 就是薄单板，嘿，就是一做薄的一种擦片，刀片安尼。不，毋是擦片，真薄的擦片，叫做 veneer。啊，所以美利亚就是日本人讲美利亚嘛，咱台湾嘛对咧讲美利亚。咱讲的美工刀，伫中方。尤其是木工，阮无咧做啥物叫做美工这种工课，阮有就是摕即支刀啊来甲美利亚片挂开，所以即支阮才会叫做美利亚刀。所以其实是共款的物件，但是就是称呼无共，因为用伫对换一道，就像你袂当叫设计师叫伊美工，也做生气安尼。安尼，是啊，无毋对啊。哦，过来是强力胶。华语的胶在台语会叫做什么？鼓啊，对，鼓啊。其实因为台语是较丰富的一个语言，对台语来讲，加足定的。古乐字先加，迄个加，你甲扬掉进前是毋是足定的？啊，个什么？冲啥啦你？讲到古乐字先加，我来唱者，讲有什么问题？唱的毋是你啦。点啊加嘛是足定的，念。啊，足想诶，迄做加。拄则讲到点仔加，是要甲阿燕讲一个代志。你敢知阮是一个歌唱节目？你知影来阮即个所在爱唱歌？你拄则讲到点仔加，你等下买当唱一个点仔加。或者你只要有唱，阮拢会当就是甲你算准过。念歌的话，点仔加念着卡。袂使，你爱唱出迄种感觉，节奏哦，对，还有迄个节奏。无紧，咱你等下加了，咱才来唱。所以其实强力胶伫台语叫做强力鼓，因为鼓较水啊。就像甲咱伫用迄鼓纸迄鼓啊共款，强力鼓，
鼓作啊，普通的叫鼓啊，较厉害的叫强力鼓。以为伊后面叫做强力嘛。啊，是毋是用迄强力鼓，拢爱先等者才打对无？嘿，强力鼓就是你爱甲劈开了啊，不管你是要用哇，雄佫讲到一项啊，对，强力鼓用擦青啊。擦青啊，加回开了，宝宝啊，对，爱单打双面打，这个对连起来。你看问重点的头家娘就是安尼咯。是，好，过来，过来另外一项嘛是共款白胶啊，是，那逻辑一模一样。白膏吧，白膏啊，不是白胶。白胶听来做电的是要用啦，系啊，白胶那会使去。啊，所以白膏嘛爱等，咪爱等对无？白膏就变啊，白膏你就是你若正拨开，哎，毋过伊爱加啊，你爱单打啦。白膏啊，若要单甲打，你若薄啊，可能2-3点钟。啊，若较高的来讲，有当时啊，人用迄种叶仔甲夹起，有当时爱等几工的，嘛不一定。啊，但是什么时阵会用强力膏，什么时阵会用白膏啊？一般来讲。茶有毛光空会吸水的，咱用白膏啊。啊，你若是塑胶黏塑胶，这种无毛光空的，伊就是需要本身敢若用迄个膏的黏性的，咱就上强力膏。啊，但是咱听起来就是你目光拢用白膏啊。无，因为即摆现代的状况来讲，大部分拢有一种算应该是无同款的材质合起来，非常多树脂聚合物啦。塑胶的，包括咱遮无讲着啦，迄个啦，米奶棒、雷扣啦，美奈棒，雷扣啦嘛是要用强力膏来。北边灯出啊，北边灯出，头顶一堆的。对，好，过来是墨豆，这外晓，木豆。目豆，对，无毋对，因为阮做投资有利用。即恁做阮豆啦，毋是我。系啊，因为墨豆就是直翻啦，就是目豆嘛。啊，目豆这边若要讲较趣味的，就是讲你敢知影目豆劈落乌色迄条线，咱会安怎讲？xuất盡，xuất盡。你讲我真正会晓，有够厉害。自细汉做苦工，我被妈妈，我被讲你苦到囡仔。是，xuất是动词嘛？对。啊，盡是啥物？盡是绳子的绳的台语。对，xuất盡就是咱目豆，因为你目水内底有目嘛，所以你只要劈掉咱的迄个表面对伊会出现迄个一条线，你就免画啊，而且迄条劈过做直的。所以迄个是目豆xuất盡，所以咱尾啊。咱鉛筆畫線，真濟師傅嘛，攏安尼講叫做鉛筆盡。鉛筆盡，就是共款的應用。是。你敢知出盡的時陣，甲手放佇下骹會去用拍。哎呀，因為你會凍到迄被劈的，反正沒有唔通學啊。最起碼有一個人甲你講，就是你出盡的時陣，甲手放佇遐會去用拍。我過來鐵鍬。鐵鍬是日語。馬路啊。馬路啊，就是日語來講叫做馬路嘛，啊，就是佇台語來講就我攏叫做馬路啊。馬路啊，是毋是有分大細支？啊，嘛是共款嘛是算笑的嘛，你1笑、2笑、3笑的馬路啊。我攏講迄支紅的大支的。哎，找有物件就好啊。對啦，找有就好。要客車啊，黑啦，對，這個黑啦，這來啦，這來啦。到下都到家都這個黑。咱等就是教嘿，好，突然就沒有咱今日這麼輕鬆。好啦，過來是句子。大部分中學嘛講摕佇手呢，迄支伊我都拗起收起，所以阮大部分我嘛是阮都叫記仔啦，因為你知影中學嘛講會早離園區的記仔就差不多攏即種誒。但是你若要特別來分別無共款的時陣，即支叫做合句。哦，真係做困難誒，所以我做啥時陣做艱苦誒啊，念咪記仔，念咪句，到底是要記還是要句？合句就是會當合起來迄支，同一個字啊。就是文音甲鼻音的差別啦。對，文音甲鼻音的差別。我都在想說合句是合句，合起來迄個。沒錯。結果尾也是合起來的那個，我想的是器具的迄個句，但是你講的是合起來。記啊，有時候是發音分別啦。對，文音甲鼻音的差別。啊，白白你敢知影？就是水電利用的迄支機啊，伊弄做一個保護套，做歹哦。你知影有啥物做呀？塑膠，是迄個物件是塑膠對啦。我咧講，伊攏用水講。PVC
哦，那种水管嘿，因为甲迄水管行讲行互烧，啊，甲伊缀做边边，啊嘿，拆做伊迄支刀的大细。还是小厉害呢，拢哇因家己有一个人拢有一个套啊，啊，有的人去做啥物造型，我拢感觉哦，水管是毋是迄个水管？毋是迄个水管是大部分是粗色的，就是鸟车铺色的，色的铺色的，铺色的，就是咱水道头前迄个水管，是毋是迄种哦你讲的迄叫做后束管。细汉时阵，我妈妈摕后束管甲你拍迄，毋是有我想起来，是水管，是真的水管。哦好，过来是我上介意的物件，目光若是要演到，一定要有这样物件啦，就是钉枪、是钉枪啊，这钉啊枪，钉啊枪。第二时阵做啥时阵定来讲骂啦，就是使讲啊钉啊枪摕来，我讲我使你要枪啊，来就骂啊，讲啥物叫枪啊？枪啊是有灰尘的迄种，枪啊就是小刷子，对啊枪是枪，哦，了解哦，今天呢，这听无台语的人真正会倒哦。对啊，伊你遮是要摕，使你要枪啊，是要枪啊，哦，系啊，哇，这个叫骂，哇，你枪类。哇，哇，啊，像电啊枪，还有分做的是电动的甲手动的。不管是应该是讲伊的它的动力来源，就是会有气动跟电动。大部分不管你是气动还是电动的来讲，就是伊就是有分做这种电啊机无共，伊的功能无共啦。所以分做一般来讲插电插就是用大卡的电啊尖，所以迄是大卡的啦。另外一种那像订书机的迄个铅字的模字型的，就叫做双卡。咱讲是迄个双尖嘛，做细机定落，咁要看无，迄叫做网啊电枪。网啊电枪，眠床房的边啊，迄种叫网啊电枪。网啊，对，网啊电啦，网啊电啊。你若是要摕来甲插甲壁电做伙，你爱我都拍整个壁，还是塑料布的，这种人叫做大炮。大炮哦，大机迄种诶，大机迄种一般拢是爱用空布雷萨来吹吼。是因为你是驱动工具嘛，所以你不管我以上咱讲的对啊，咱讲到遮拢全部拢是爱用空布雷萨。空布雷萨，诶，咱讲教空布雷萨，有啦，跳题了，第。好，你先问人那个空布雷萨再家己救得来。好，过来是电动螺丝起子。哦，电动螺丝起子，其实电动螺来吧，敢是，咁难的念。买在那讲，因为那么做健康诶，但是我一般来讲不会讲的这么饶舌啦。所以我来讲电动诶，电动的的话，无就是叫做每一个拢电动的哦，做这种诶，所以讲只要是你插电的叮当，拢叫做电动的对吧？对啊，系啊，所以那你来讲这个就叫做电扫。电扫，就是你就是伊会接电啊，你要摕来扫嘛，电扫，嘿，无就是这电机啊，无，因为电扫甲落整个无共啊，大细机的关系，功能无共，你专门摕来扫的，咱讲电动螺丝起子来讲就是电扫嘛，电扫，你若是摕来音控的电钻，会叫做落整还是电整？落整啊，电整，未叫落啊。那个听起来做设计啊，无啥好呢。你加一个仔，电整那个电扫。好电扫，好过来钉带。钉带的话是直翻钉带啊，钉带，是。但是这个物件就是阮无你做的人，应该平常时袂看到对无？师傅应该拢会学伫身躯呢，因为你即摆若一寡螺丝啊、电啊子啊，还是一寡他伫身躯迄大细胞敢有差？就是看你的用途啦。看有迄一个师傅较帅、较胖的，伊就摕迄较细胞。伊就分这两种嘛，一个就是我爱来好用嘛，一个是爱来好看嘛。无啦，其实无分这两种嘛。其实你电啊地放伫身躯，伊有分足侪站的嘛，伊有大细位嘛，所以你有会使放一寡机师，有会放五金，有会放电啊子，有会放零件，就真方便，因为。你若看咱伫迄个涂骹面，咱行叮当，敢若真方便。有当时你爬去你买椅顶的时阵，迄足无方便的。我咧讲爬去，佮落来要忝死。你规工都要爬来爬去，爬去死啊！我所以你就把所有该用到物件拢爱你身躯啦。好，过来是修边机。直翻叫做修边机，但是大部分无人安尼讲，阮是照日语的迄种习惯，叫做路打。但是路打这个嘛是对英语翻去日本这个翻腾。对，路打英语式不日语式的英语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台湾式的日语嘛。对，路打。
鹿达一般什么时阵会用到？鹿达的应用范围足济，因为伊的刀啊真济种，有修边刀，修边刀，伊的白领骨伫头前，刀伫后壁，所以你只要甲白领骨去刻挖迄个材料的边啊，你所捅出来迄个材料，拢会起来烤掉去，所以迄个叫做修边嘛。另外一种就是白领骨伫面顶，刀伫下骹，这个就是华语叫做仿形刀。因为你头前你第一个号是你的迄个板仔嘛，对，板仔甲板仔无共哦，大家敢听有？板仔甲板，不是，板仔是样板的板，所以伊是迄个部首不一样，板仔是木板的板，样板是板仔，木板是板仔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哈，就是。咱的板呐，囥伫顶面，白领骨靠着，对，所以咱的白领骨会对迄个板呐的形体落行，下骹的材料得起来倒碎掉，这个叫做仿形嘛。这个动作叫仿形。就是你的板呐是啥物形，你下骹切出来的是啥物形？对。你拄仔是毋是想要问白领骨是啥物件？我刚有听过，是不是？有人有教过，有人有教过。我想是会听，迄是啥物物件？华语叫做培林，又是一个音译词。培林的话，就是它跟滚轮不一样，它是有衬套的滚珠。对，这跳过啦，时间要到啊，竟然人家不教了呢。过来是风管啦，因为你顶啊穿。都不是用吹盆嘛，你就一定要有一个供应伊风力的连接的嘛，你个加速供水供同款啊，你风嘛要透过风管送过来嘛，迄就是叫风管啦。风管好过来后一个空普雷萨啦，空压机啦。这个时阵要甲恁讲一个就是真恐怖的经验，你要放空普雷萨进前，要甲伊消风进前，迄风管爱收好，若无你放，你甲伊消开的时阵去用摔掉，对无？对无？你哪有这种经验？我无说是去用摔掉啊！这特殊啊！我来讲，还摔掉，我来讲，还比你老母的护士讲较厉害哦，乌车。健康，因为伊咧甲啥？伊咧甲消防队共款。你消防队即摆你转水，迄个压力足大啊！你若手放开，还是消防队员手无压掉诶，伊咧那抓安尼害哦。当然是头前是铁眼呢。啊是。我摔掉规个乌车呢，我来讲。但是表示你迄个风光头啊害去啊！照讲伊会直接塌掉啊，伊袂怎转出来。无，毋是啊，阮是迄支你害啊，迄支你背。所以讲，咱讲的迄个空压机嘛，空气压缩机，其实就是 compressor， 所以就是 compressor， 嘛是英语翻译一个招来台语叫做 compressor， 这行业爱用 compressor。哦，过来二四甲25会使做伙问。二是螺丝，减弟弟啦。二是螺丝，螺丝钉嘛，哈，对吧？就是螺丝钉。螺丝钉，这较无特殊，无啥物差别，把刚刚嘛共款。是。螺丝钉是差伫倒。螺丝大部分是摕来组合的，但是螺丝钉摕来就是直接要卷落迄种的，伊无啥共款。所以螺丝钉一般就是卷落了，就个摕出来，袂个收入来底。迄是我的感觉啦，因为螺丝听起来就是摕来组装的啊。对，你钉就包含钉这个动作嘛。所以就是你直接卷落迄种就是螺丝钉。所以恁的钉啊嘛叫钉啊。系，阮的钉嘛叫钉啊。无迄什么较特别的什么钉，无。过来迄个钉进菜。那讲到钉对啊，木工师傅摕。你看，木工师傅用空普雷沙倒风管，佮接风枪，就是咱讲的钉啊枪，来钉钉啊子对无？对。钉插有当时啊，你钉无准啊，真啊出钉嘛。对。人客就讲你师傅你这钉啊出钉啊，出钉好啊，出钉好，出钉生查甫好啊。对。袂歹。过来上尾要结束啊，砖头。阮袂叫做正头，阮拢叫做正尾。正尾。正尾。正尾对，一般的正尾海起的爱换，正尾无来，无会喷什么？会喷替赛，正尾破起会喷替赛，我刚现在喷替赛，无一定啊！你目刚也毋知去顶着啥，迄嘛是有可能啊。正尾登起的时阵，正尾登起对茶来讲较无要紧。对啦，茶较袂破，茶较袂啦。你若是正迄阿鲁米还是什么？对，正较定的。你看，表示我真正有咧工业咧走跳咧，连这破起。
真正是讲起来是有时间的经验，应该是半趟啊啦。山顶的迄目光朋友啊，是讲什么水电师傅，介意后边的车下回来，这拖登去一定会趁钱，好幸福啊！真来啊，进宅啦，都是。对，我搁想要问一个，就是目光的问题。人讲以早你做目光的时阵，伫咧厝诶起大娘的时阵，一定爱订一支，毋知啥物。闽港有即个传统。咱即摆大娘都毋是目光伫做的呀。啊对吼，所以你以前无听过西公这物件。用做我小可知影一丝啦，因嘛是有上梁的仪式啦，嘿嘿嘿，对，因嘛有。哦，所以其实无即摆上梁的仪式，就甲咱以前无共款。因为咱台湾已经拢是算整啊厝，啊过来就是咱灌输啦舞，过来即摆拢用更骨的嘛。所以其实用目光伫做厝新的较少。迄就是大木匠嘛，大木作。对啊，其实咱台湾无较无啦。春庙啊，可能春庙啊才有名。对是。好啊，咱今日地色龙熊风舞啊，地色龙熊风舞，这是伤长啊，紧继续啊！再伤长就要改。啊，你真正敢袂伤辛苦？我几年来学的这无就要甲学起来，对观众来讲足辛苦的呢。对啊，伊即马就做来就是你的工商服务时间，你紧介绍恁工地，是讲恁的物件啊，有啥物你会当紧介绍大家来去里遐去现场来学啦吼。今日真欢喜，就是咱公司第一代邀请咱来吼，啊，咱的顶一集咱有讲着啦，讲着讲咱是安怎要来做一种推广吼，就是为着咱甲即种工厂的一寡议题来甲讲出来，所以我有一个单位，就是我家己开的教室叫做实木工地。实木工厂、实木工地哦，工地。还有连华语用海去啊！哇，你扣分哦！我想要下班啊！咱实木工地做足侪甲咱做工的文化真相关系的物件，就是包括不止我目工尔哦，阮还有做铁工，嘛有做土水，啊做水电，一寡不管是演讲。课程、体验课拢有，包括咱讲到咱连工做帮无朋友买来才开课。是啊。好，阮会伫下骹肯定会袂重要，啊，大家有兴趣的人会当点入去听。是。另外就是，其实阮本道嘛是共款是咧做设计、做装修，所以讲恁啊，不管是咱头先讲的。厝里文场徛家武场的店面，确定呢，莫等阮观众朋友写批过啊，结果拢你拢无用啊，因为甲阮投诉，安尼袂去安尼，无来讲笑呀，无啦，那大家有信任，有通替大家服务，阮嘛真欢喜啦。啊，上主要今日来上节目，就是我讲到的，是安怎阮除了提工课以外，要来做一寡即种拍片嘛好，录音上节目嘛好，是因为我感觉咱即种做工的文化，伊爱转型啊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推广者，对啊，已经毋是讲就是甲你拍、甲你骂、甲你叫的，你袂当去3年4个月了，你得当出师，已经毋是安尼。真正即摆是爱用沟通，爱用意见，爱甲即个文化传承落去，咱以后才有出脱的。谁呀？是要下班了？这个关系来，大家这个关系来。后来搁一个感谢，就是爱来咱家。多谢。爱叫我的目光师傅会去甲我倒出。有啦，我等下大家拢叫等下了解一下，讲最近嘿。多谢。好，安尼差不多要收尾啊，来，好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注门，来哦，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